究竟面試適合咩同學，或者咩同學喺面試度更加應該表現突出啲咧？多數咧係有兩種嘅。第一種就係你啲分數咧咁啱卡咗喺兩個 banding 中間嗰啲同學。OK， 咁你梗係想去個好啲嘅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你卡咗喺中間，有時卡喺中間唔係你嘅問題嚟㗎，因為可能你學校競爭好大，爭一分已經爭好遠㗎嘛，係咪？可能爭分爭5、6名咁樣，多數喺中游嘅同學都係咁樣㗎。咁所以啦，面試可以幫到你嘅。第二種係咩咧？第二種就係我雖然成績唔係十分之好，但係我想進取少少，我想由譬如話當啊，我 Band 1尾嘅啫，但係我想試下 Band 1中嘅學校。咁呢個時候咧，面試就幫到你啦，因為面試係可以幫到你學校睇嘅，唔單止睇成績，佢仲會睇啲咩咧？會睇你嘅言行啦、談吐啦、你嘅應對啦、你嘅課外活動啦。咁呢啲嘢，如果佢睇嘅時候，係咪會加啲分啊？係咪？如果你有好好嘅談吐，面試有好好嘅表現，你回應得好自如嘅話，其實就算你成績差少少都好，有好多小朋友都可以靠面試拉翻高佢，進入一間比自己本身成績更加進步嘅學校嘅。咁所以面試大家記住要俾心機。